庆祝老太友谊大桥1号桥建筑30周年。2024年4月21号，老泰两国政府共同庆祝老泰友谊大桥1号桥开通30周年。由老挝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沙伦塞·科马斯特、万象市长阿沙庞通西潘敦先生代表老方和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帕恩普里普西特努环先生代表泰方，以及澳大利亚外交部长助理主管东南亚事务罗宾穆迪女士参加了该庆祝活动。此外，双方相关部门也积极参与了此次活动。值此之际，老挝外长沙伦塞表示，老泰友谊大桥第1号桥的建设是对老泰两国人民长期以来的向往所给出的承诺，并顺应了老泰两国合作发展不断深入的趋势，促使该区域的发展，及利用两国在湄公河次区域和东南亚次区域的重要战略地位衔接该地区的基础设施，以为老泰两国以及次区域国家交通运输线相衔接提供便利与支持，进而发挥自身实际性作用，并能够进一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果。这也符合老挝自身的政府即将内陆国家转变为地区互联互通国家，也是2025年东盟一体化互联互通总体规划的优先发展方针事项之一。跨越湄公河的第一座友谊大桥的成功建设，成为衔接老挝与泰国的第一大门，也就是两国间的第一个国际口岸，并成为了第2、第3、第4号友谊大桥的建设的典范。特别是第5号老泰友谊大桥将计划于2024年年底完工并开通使用。此外，这座老泰友谊桥也是老挝、泰国、澳大利亚3国政府有效合作的重要历史象征，既为老泰两国人民交流往来、交通运输、贸易投资、旅游推动做出了重要贡献，使两国与该区域各国相互了解日益加深。从1994年到2023年为止，共有超过8000万名旅客和1100万名汽车在使用这座老泰友谊大桥。与此同时，沙伦塞代表老挝政府和人民对澳大利亚政府和人民长期以来给予的帮助和支持，以及为建设这座大桥所提供的资金表示感谢，并祝福老挝、泰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的友谊与合作，及老泰之间的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伙伴关系，以及老澳之间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岁月长久、硕果累累。除此之外，老泰人民、僧侣以及佛教信仰者在老泰友谊桥1号桥正中央共同进行传统佛教仪式，并在桥梁两侧展示建设该桥的照片、桥梁通车照片和庆祝老泰友谊大桥第1号桥25周年庆典照片，以及首都万象历史、文化和自然旅游景点的照片。